各位同學眼前嘅係位於上環嘅西港城，佢原本係一座街市，原本亦都有2座，其中1座已經拆卸，而家留低嘅呢一座，政府已經宣布佢係古物。從西港城嘅外觀，你仲會認得佢嘅原來風格，係糅合咗哥德式同巴洛克形式嘅建築物。呢一座大樓外牆以紅磚築成，並以花崗石作為地基同埋柱梁，俾人一種厚重堅實嘅感覺。從正面入去大樓，你先要通過底層入口嘅哥德式圓拱門。而家我哋已經入到大樓之內，抬頭望一望，上面有4條花崗石柱作為間隔，紅白相間，成為成座建築物嘅焦點。至於我哋踩住嘅就係大麻石砌成嘅階梯，將地下1層同1樓連接，喺大樓嘅4端都有。剛才提過呢一座大樓原本係用嚟做街市嘅2層建築物，喺近年改建嗰陣，為咗增加大樓嘅實用價值，利用咗建築物嘅高樓底空間，喺每層之間加建咗閣樓，並且設有電梯連接各層，形成咗有4層嘅內部建築嘅錯覺。改建之後嘅4層分別以鋪、布、食、藝為主題，地下係鋪，以手工藝、文物、古董商店同埋傳統行業為主。1樓係布，專門售賣各款嘅布匹。2樓係食，設有酒樓食肆，以富中國特色嘅飲食嚟吸引人。西港城係一個富有傳統味道嘅地方，同建築物門外車水馬龍嘅世界形成咗一個有趣嘅對比。有心情有時間嘅話，喺電車同埋路人急速嘅節奏之中，我哋仲可以走上附近嘅天橋，細意欣賞呢一座建築物。一條條壯實嘅柱梁，波浪形嘅牆壁，咁有特色嘅窗戶，仲有玻璃屋頂、尖拱同埋頂棚交叉嘅立濘。如果天清氣朗，你仲會欣賞到金光華麗嘅視覺效果。從建築物啱啱起好到今日成為西港城，佢經歷咗幾多變化，當中有幾多故事同埋經歷，大家都可以慢慢發掘。